青春不獨行，向毒品 say no。青春不獨行，向毒品 say no。青春不獨行，向毒品 say no。博愛醫院一直秉持博施濟眾、慈善仁愛嘅精神，今年以守護社區健康為重點項目，並且開展博愛禁毒年度計劃，聯同博愛屬校、家庭同埋青少年中心舉辦一連串同埋多元化嘅禁毒推廣活動，幫助青少年認識毒害、拒絕誘惑、堅決向毒品說不，推廣正向教育，宣傳健康無毒人生，守護社區健康。生命冇 take two， 毒品唔好試，毒品咪亂試，擁抱健康齊做到，唔吸毒做運動，好醒目。向毒品說不，拒絕毒品誘惑，健康人生向毒品說不，博愛守護無毒未來。